同樣利用 AI 方案嘅，仲有呢間美容公司，佢哋就整咗隻激光暖膚機械人出嚟，自行開發軟件，希望取代傳統以人手進行嘅美容程序。呢個機械人咧，可以通過我哋嘅一個技術啦，3D 嘅掃描之後咧，通過一個 AI 嘅分析，我哋可以好精準咁樣去將呢個美容嘅激光咧、光學咧，好準確咁定位。Anthony 解釋，客人坐喺暖膚椅度，機械人會首先為佢塊面影相 ，AI 程式就會為人面定出激光嘅落點。除咗比人手精準，程式會自動調控激光嘅合適距離同輸出功率，令療程更加安全。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對呢個治療嘅理解可能都有啲差別嘅，咁變咗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點解喺一啲我哋嘅皮膚診所或者美容中心咧，會有一啲燙傷或者燒傷嘅情況咧，就因為好多新培訓出嚟嘅人，佢哋未必咁能夠即刻就可以去分析到邊一個部位用幾多嘅能量。